北欧象限这首曲子以浓郁的北欧风格著称，是最具速度与戏剧张力的一段。结尾的能量感让乐剧有一种乐观昂扬的气势，使曲子在激昂中画下句点。这是尼尔森20出头岁的作品，也被说那是他成为北欧音乐国宝的起点。听说他小时候只能自学，结果长大变国宝级作曲家，真的是超级励志的。而且Little Sweet 的 Finale 其实一点也不小，就像某些网拍衣服写 oversize， 但我穿起来却是紧身。难道说你都穿女装？这首结束后，我们会进入中场休息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 Little Sweet Finale。